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实紧像看待，刀锋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雨的，无所风波的，身边你全比一情感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贵人，叫我的半生半世，无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话若要讲到底，目屎就飞袂离哦。CD 姐姐，今仔日毋是 T 西有玲珑吼。有惊到，你的 BGM 敢会收大声？收大声嘛，好，等下我调整一下。小蛋今日咱有差不多今天3、4、5、6、7有7个人会在这里讲话，所以我们 BGM 可以小声一点。好哦，差不多啊。若是需要调整的吼，一当最底讲吼，可以跟我说需要调整的部分，再麻烦大家了。对。他直接卡伫咧迄个咱的老尾班内底，就是你们可以直接打在那个留言板里面，然后跟我们讲这样子。对，谢谢你吧。哎，跟他讲，我今日真就欢喜的呢，韩吉姐姐，我今日有够欢喜甲大吉，嘿啊，你在笑啥？你今日还是叫我老师好了。有另外一个比较
姐姐，因为今仔日是霹雳会，你唔想要跟我做姊妹啊吗？霹雳会来代表鸡妹啊！好了，先不用，没关系，不用花时间在我身上。我们今天有很多重量级，我就得当中这位来宾吼。对啦，我们应该要让大家就是就是你应该要先跟让大家就是破冰一下，好不好？有啦，欢迎各位来宾来到迪卡来宾的派对啦！感谢各位，不过这个韩吉姐姐伊嘛是足紧张的啦。来，韩吉姐姐是咱今仔日的这个台语的老师，嘛是爱泼小吹一下吼。他们现在有没有上台语老师？没有啦，没有这么厉害。我今日就是阿里拜岛的，就是做迄个主持人对，我咧做 part time 对，所以主要的主持人嘛是迪卡。哦，对，我是今仔日主要主持人，甲这个韩吉姐姐斗阵啊吼。不过今仔日真正是足欢喜，会当邀请到大家来到迪卡的频道来。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大家来到猪猪的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上演台湾霹雳会，不是台湾霹雳会。台湾霹雳会，你等下你会被告，会被告，对不起，我明天就收传票了。台湾台就是已经给你记落来，记落来，拍谁，我那个下个礼拜人生毕业，记起来了。七哥说我很努力听懂，没关系啊，大家可以先说话了，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就你可以介绍来宾这样，可以，来，不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来啦，我会一一 Q， 你唔免烦恼吼，佳佳。来，首先是我们尤丽玲，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大家好，尤丽玲，来，今仔日有就你好，我的名叫做尤丽玲，我今仔日来这参加这个活动咧，我感觉做有自信的，做有自信诶。你讲要自信的时候，讲到自信的时候，自信的台语是这样讲，什么意思？就是安尼咯，我伫北医内底甲阿公阿嬷安尼训练出来的台语，对嘞，应该是就需要平常时伫咧，以前平常时伫咧北医的时阵，应该常常都会讲。常常咧讲台语啦吼，一定爱讲台语，不然听无。所以你们那个药的学名也会讲台语吗？当然嘛是袂咯，最好是有啦。你听啊，那你假料有人底下来听啊？你背偌济物件，就困难的吼。OK， 感谢，今仔日来到这。Thank you， 这是我要讲的，那今天就感谢尤丽玲特别过来吼，来拍小吹嘞，欢迎尤丽玲来哦，谢谢。哇，真正嘛是讲到足够的，咱尤丽玲来后一个，等下是啥？这嘛是咱新闻啊！等下，曹，你想要我公司50%股份是唔笑干呢？我无福销售啊，无福销售。搞啥？我是灵草，我是一只奇美拉，我袂知要安怎讲，但是我是一只奇美拉，叫我美拉啊，美拉的台语是美拉，听起来怪怪的是美拉，好无美拉。那里有我就会晓讲台语，我台语袂解认真，但是我揣买背后了 ，OK。你考到公平大，人家就认真诶，我真的我有吓到。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袂认真，袂晓讲，即马开台时都是安怎？即马是啥情形？曹，你给我欺骗。尽量，我尽量讲好，尽量讲。好啦，咱欢迎曹，谢谢，讲到就好，好无啦？好啦，拍下去嘞，恭喜他。对啊，水啦，好啦，感谢咱曹，来，后一位是咱的西哥，欢迎来到迪卡频道。耶！我是王西瓜。王道的今仔日全家啪哩，安尼水噶，水噶。这真的看起来有100%股份的人会在我们这边。我真是唔知要安怎讲我名的台语，所以我搁打电话给我妈妈问讲啊，王西瓜的台语安怎讲是西瓜还是西瓜还是西瓜？西瓜吼。讲这个，我就说会是。我妈妈跟我讲是西瓜，唱歌的歌较好听，所以我是王西瓜。今仔日我无啥物自信嘛，我的
干巴的袂互大家中风。袂，嘿，你亲像头家牛共款，咱100%股份伫遐，安尼免怎？我有你公司100%的股份。亏死咧！歹势啦，有当诶，莫我死头路啦，安尼好无？这个你回去食你家己哦。你讲白啊！安尼好啦，唔当我明仔载请你食便当，安尼好无？我要鸡腿哦。好哦，排骨嘛是会使啦，我带你去食啦吼。排骨嘛会使啦。我靠，西哥，你们今天广告有够认真诶！来欢迎我们王董西哥，每个人都跟我讲说不会讲台语，都跟我好笑。谢谢西哥嘛是来到伫个频道，我今仔日看到大家这样就欢喜的，大家嘛是尽量讲台语呢，就赞的有无？来，对啊，就是你一开台迄个开口，大家拢真正起来啊！嘿，真正起来啊，有无？吼，来，咱后一位真正广告有认真诶，咱呱呱珍妮呱。大家好，我是珍妮果，你嘛别叫我龟龟，然后我台语就不认真，我唔知啊，我被讲啥，因为我会讲台语。姑姑，你要参加那个综艺大集合的国小生，对，我都够追。姑姑，你真正袂晓讲台语吗？你讲台语就够追呢。袂歹啦，袂歹。没考，来，剃须好你。没有，我们可以切换，我们可以切换。对，对我真的不会讲了。好，变好快，也不要紧，变化。对，也不要紧，因为是今天猪猪有跟大家讲说，很感谢大家愿意过来我们文化部爸爸赞助这个节目嘛，是尽量讲台语，但是不要讲嘛，免讲吼，莫有压力吼。我们真的很谢谢果果愿意过来一起玩，谢谢果果。有啦，伊头拄有一寡事是讲对的啊，就认真讲啊，就清楚的啊。对，台语讲啊，就认真的。台语嘛，不够就清楚的。对，就大宝老师头都要讲，就是要讲英文。其实讲英文好像也不是不行。然后讲英文吗？那这个台留给你了，我先走了，拜拜。不行，我也不会，我嘛不会晓。我啦，上尾一个咱是咱的调卡，今仔日的调卡吼。嘿，调卡这个低卡已经调卡是啥？调卡是啥？调卡就是那个装脚。对，装脚。嘿啦，嘿。每脚拢。大家反正知道，大概等到怎样装脚是什么？调卡，我以前不是整阿卡吗？整阿卡，调卡就是前客白手套，对，才是调阿卡。对，那担心大家会压力山大，于是我们请了第二位我们的台语老师吴毅，感谢啊，大家，等你这么洗，太 gay 啦！你卖 gay 啊！你看你好笑，明明也要公引起公愤了。来好够意啦，嘿，够意，嘿，来中来够意，嘿，紧你，嘿。想办法维持家己迄样，卖唱习惯。哦，卖中风安尼啦。毋过你今仔日应该无可能互大家中风啊。我现在翻译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中间有些脸已经开始茫然了。好。那个刚刚吴一说，就是要控制他自己的血压，不要冲太高。对，好，然后迪卡继续。你在变华语老师怎么会这样？感谢你今天会很忙哦。是，我今天很忙。是，吴一动作咱今仔日不是真卡歹势。装脚我用袂记得在讲啦。老师今天后边就有生气耶。等下，我个讲一摆。调啊卡。身为我们今天的调啊卡，你安那尴尬的？因为我要卷舌啊。目前为止吼，听落来我是感觉讲大家台语拢改好啦。嘿。对啊，都袂歹啊，对我嘛是有意过。唔知啊，唔知。没啦，哎呀，嘛是就感谢有意当来到迪卡频道吼，有意吼，在台语讲啊匹配叫，大家拢嘛知影，有意吼，匹配叫啥意思？认真啊，匹配叫是就派的意思咧。没，不是派的问题，就是认真噶，这个全部匹配叫安尼。伊是大概来家的时候在给你骂的时候匹配叫。我跟你讲是因为面线很想被他踩，所以他匹配叫。
下次我们就知道我们下次那个文化部的企划要写什么了。是，就是无意的骂倒台，然后来迪卡这边开。对。迄领导的面线家己处理，迄个有无关系？歹势啊，伊就奇怪安尼哦。好啦，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来宾。那你请咧今仔日这个对，啊，今仔日这个节目咧是由咱的文化部爸爸赞助的哦。来，汉吉老师，你给介绍一个无？好，来刚上服务时间的时阵就会公告我啊，就是大家即马开讲室内底的人台语会通无？台语通我头早看到有人咧笑，我不知道因是看无，所以他们是看不懂，所以在那边很尴尬的笑，还是真的听得懂？对，啊，先问大家讲，大家台语会通无？若是有通，我所来就是用台语讲，就是以上今仔日的台语这部是由文化部林文书语文应该是。语言友善，的文化补助的语言友善，国家语言友善文化补助，赞助播出，就拍两个对，因为迄个文化部的迄个规个补助都是漏长的，嘿，对啊，阮先小盖迪卡的频道是这半年拢有相关的节目是文化部来。赞助的来岛内，包括讲咱今麦看到迪加的新衣衫，对，他的那个新纱嘛是对，这组新纱也是我们文化部爸爸赞助的，对。啊，今麦还有一个会员的活动，就是若是讲你家己这个频道150块以上，就是150块，不是只有150块哦，150块300块啊，咱上关应该是3200一个月的那个我们的。会员啊，都可以获得我们的那个朱组员的半年每个月都会有的那个主办的迪卡加文化部合作的主办，对。刚上服务时间结束啊，感谢，好，感谢咱的这个韩吉姐姐师弟，咱今仔日的节目真正不是替代用老师好不？无啦，你今仔日是我的姐姐咧，师弟姐姐，虽然讲咱今仔日不是替代有玲珑啊，不过这个台美霹雳会真正要开始咯，姐姐。是啊，我一开始在写这个，我一开始在写这个企划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大家都看的，大概自细汉的时候，我先问一下迪卡，还有其他人，想要问大家有真的平常小时候有看过被梁洞？有咯，你有看过？一定有哦。大家小声的说有。晚上开学的时候不认识的同学，对，今日大家拢就必须的。哎呀，今日的主题啦，吼，就是咱台美霹雳会，吼，这个霹雳会呢，我们一一跟大家询问一下，一旦问一个，请问有看过的同学，吼，一旦给咱应一个。啊，我们先从我们的100开始，请问100你有看过台湾霹雳会不？无，完全无吗？我是民视派的，民视你看娘家是不是？我阿嬷拢看民视，所以我拢第一看。哦，都看意难忘。哦，意难忘，好以前呢。嘿，卖工程。不是你，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很多季，没有我不会改水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民视的，跟迄个。龙卷风300瓦一个无同款，对啦，对，100，不要紧，我是把来宾得罪，不是这个意思。咱长辈会的人嘛是有在看，对啦，长辈会，对。我的意思是讲民视无遐尼长，我会记得民视刚刚就是100集以来，伊就会结束，对，民视派，对，好，不要紧，好，唔知影霹雳会安尼就较好算。对，不知道霹雳火其实搞不好比较好玩啦哈。我们谢谢100，那后几位草你有看过无？我感觉应该是有看过，但是我无介有印象啊。我感觉全部迄个八点档看起来拢同款，你2个月无看，转来看嘛是同款的，对呢，同款的趣味。内行哦，应该是差不多。对，应该是有看过。
哦，应该是有在伫看过。 Facebook 顶款，我有看过一寡 shirt 是伫是苗可丽伫美人诶，就霹雳贵熊。嘿嘿嘿嘿嘿，会知吼有看过有看过。还有一个名啥，就是我要送你一支番仔花。对，迄是霹雳会，迄是霹雳会。嘿，那是霹雳会对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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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霹雳会。哦，是啊，我知我知。嘿，佮上面一个鸡两个啦，那就霹雳会啦。上有名的是嘿。嘿啊，阿蛋呢吼，是不是吼会传到这些台词？就请你们帮我们分辨一下喽吼，曹操。对，我麻烦你喽吼。来，后一位哥，巧本你有看过霹雳会无？有。我知影迄刘文聪甲马鲁斯，我之前有学马鲁斯的台词。嘿，台词。嘿，伊讲，树大有大枝，竹大有白痴。厉害！真的是大师买阿敏的，对啊，你即马挂这书目镜，真正就甲买阿敏就像诶。啊好，真正是，嘿啊，嘿，公司100%股份都伫伊遐吼，100%股份都要互我，啊，还有迄，我要送你一桶汽油甲一支番仔花。对，刘文聪，嘿，刘文聪，对，哇，对，我们今天靠你了，笑声好狂妄哦。对啊，我敢若知影这两句尔。不，安尼嘛就厉害啊！吼，这个霹雳火是基本上其实我也只知道这几句。迄苗可丽敢是霹雳火？对，有伊内底。我啥物你去死啊？那嘿。哦，迄是另外一个。对，是霹雳对，有。伊有，我甲向大家解说一下，就是伊有，就是原班人马就同款的演员，过去演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台湾龙卷风。对，龙卷风。对，龙根风，是台湾头那头。对，头那头，对，他你是刚刚是就直接讲台湾头那头啊。对啊，所以他都要西哥讲的苗可丽吼，伫咧台湾霹雳会内底是李阳平，啊，毋过伫咧龙卷风内底是刘玉英。对，就是玉英。对啊，所以你有一寡陷阱，就有一些陷阱会在里面。对，那里老有阴霾出现。对。干嘛呢？是干嘛呢？是迄个亚米吉，对，龙卷风里面的，不是那个，不是苗可丽讲。我发现西哥他真的有备而来，我知道关键词。但一般来讲的 short 就是 short 的路就顾，就是滑久了之后，就常常会出现叶美琪那个对，干嘛呢？我不知影恰啦，就是语音我知，要毋过我无看过完整的。对，就是伊刚刚是另外一个，恰恰都是另外一个，好像百味人生吧？什么富士苹果甜？雅麒麟系列。真的假的？我正想讲。对，吴一老师，谢谢。那个富士苹果泉就是百味人生，好像就是也是苗可丽。对啊，对啊，反正就是很多经典的草莓泉啊，立马怎样？叮的 Magic。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个歌放到第一棒，好，等我一下。好，我们等一下战术性讨论一下。对啊，对。那看起来吴亦也看过了。对，我们重点是你问问看那个真理果有没有看过？是我们下一位果果，你有看过台湾霹雳会吗？无吗？完全无。啊，你刚知影？完全无。好，不要紧。阮都无人会讲台语，是真正的吼，真正无人会讲台语。嘿，无人，我是第一名。哦，第一名，你是领导台语上好的，对，是，嘿，我是，不要紧，但是我知影一支潘娜会，因为以前有台语吗？潘娜会好像是另外一种东西，台词回，那你就那种台词回有听过，有一些那种比较经典的台词，就有一点印象。是。啊，哥哥，我甲你请问，你有听过霹雳会的李阳平无？无。哦，嘛是无。啊，毋过是安怎你讲台语真正有够古锥的？这是因为我
不会讲台语。哦 ，International 国开始变做英文啊，就是开始变英文啊，也不要紧，这个就是我很感谢果果愿意过来参加的其中一个原因。对，因为其实我很我你看伊登去了后，伊变做就是什么台语小老师，对，台语第一名，对。总共你是调岗又整理过来，就是为着要互咱中风。无啦，你都是调岗诶，无啦，咱都好姊妹啊，嘿啦，无啦，就为难的，无啦，这代志，嘿啦，吴老师在当事人面前讲嘛。吴老师，咱都是好姊妹啊，你嘛知影啦，安尼较好算嘛。嘿啦，像吴一老师应该霹雳会啊，龙卷风应该都有看过啦吼，大家拢是无看过啊？你无看过？我无看过，我就是看迷因片段。哈，真假？真的，我爸嘛拢看电视的。哦，我感觉大家对看过的标准应该是无啥共，就是被当都看过，到底啥物算看过是头一次看过，就是有听过有听过霹雳会这个名，就是有看过，毋是安尼有对，有听过就是有看过，安尼应该就是算有啦。安尼恁全家伙啊吼，拢有看过啦。啊，等下吼，咱传话的时阵哦，吼爱调正吼。开始在讲就是应该爱先就是甲大家小可小解解，所以讲大家唔知影霹雳会是演啥。对。最近啊有一寡游戏嘛是咧做霹雳会的迄个，敢若是剧情的游戏。啊，伊的剧情内底其实就简单的。哦。虽然讲后壁，在他后面不是这么演呐。对。一开始是讲就是李敬贤。为着要迄个追查毒品，他就是李正贤，他是一个警察，伊是一个警察，啊，为着要追查，就伊要追查毒品，就毒品啊，所以就是伊就去查迄个刘氏集团，就头拄我讲到的一支番仔会的老文聪，啊，还有老文虎，伊爸爸的迄个伊迄个公司内底有毒品，啊，一开始原本的是要演这啦，啊，后壁就毋知影伫咧演啥，主要就是安尼，啊，龙卷风我就真的不知道，但是有足侪美人的迄个，就大概看过足有名的迄个苗可丽的片段，伊其实是伫咧迄个龙卷风内底出来的，对啊，今仔日讲到的迄个李阳平，就是大家一直咧讨论的李艳萍苗可丽的这个角色。伊就是迄个反派刘文聪那边，因为刘文聪有一个合伙人，伊叫做方平，就是方平，对，啊，小三就是苗可丽的迄个苗可丽的角色，就是李艳萍啊，互大家一个迄个提示，就是李艳萍这个人呢，因为阮即马要来讲迄个小蛋的迄个游戏的规则，李艳萍这个人呢，其实无介巧。所以你大概就是听到迄个伫咧看到那个迷因的片段，还是讲你伫咧 short 内底看到苗可丽美人的时阵，听起来较巧的是老有音，啊，若是定去后面，可能就是李艳萍安尼。对，小蛋若是有 demo， 其他的 demo 出来，就是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这个标准去判断。好，那我当然就是你说以前讲不要紧。我想说，待会先口译一下，如果大家担心现场如果有嘉宾或者是那个线上的同学不晓得目前我们在说什么的状况下，就是说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地瓜老师有说到的，其实，在霹雳火或者是龙卷风里面，全部都是由苗可丽饰演坏女人的这个状况下，所以常常在霹雳火的李艳萍的台词跟龙卷风里面的刘玉英的台词会被混淆。对，但是刚刚就是地瓜老师给我们一个算是小关键啦，就是李艳萍这个角色比较笨，对，所以待会我们在传话的时候，就果果如果有办法自动翻译成国语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说，这句台语感觉比较笨，应该是李艳萍；如果感觉比较知名哦，应该就不是李艳萍，大概是这样子。可是你这样，但是你头都安尼讲，你有这个问题，你是刚刚讲的人。你是觉得讲的人笨，还是要你来笨？你今天是被刁懂哦，你不要乱讲话，真的是会产生心结的。不会，我们传话过来的都是非常非常真心诚意的，但是我们可以内化一下，那个台词感觉很像很笨，好，那就李养平就这样。对，就是先来小干讨，咱小蛋就是
应该基本上应该有7个题目，应该是有7题啦。就如果可以的话，是希望7题啦，就是全部拢会当算了。安尼第一部分就是传话，是传话。传话就有点像是咱传统看过的以身传身以身传身就是啥，就是咱小等看到的第一个人，伊会看我会互因第一步，伊会先看第一步，伊就传好第二个、第三个。咱的迪卡上一直拢是上尾一个，他一直都是最后一棒。迪卡呢会告诉大家说，会告诉我说他听到了什么核对过后呢，他们要去讨论这句台词到底是不是出自李艳萍大概就是安内，他们会说是还是不是我最后会公布答案这样子。就是所以呢，各位今晚来阮家的来宾呢，你们可以听到的答案，第一个有前一个人的对头前一个人的答案。还有咧，第二个可能是迪卡的答案，你们可以去想，迪卡的答案可能跟第一个人你听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是对，你们可以稍微那个对，包含大家你们对恁小蛋就是决定了后，决定好是哪一句之后，然后再去回答说这句到底是不是李艳萍的答对我们1题就算1分，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大概就是安尼的这个游戏趣味的地方有人有问题不？好，有吗？有吼，OK 好，各位有够清楚吼，而且郑丽果有听，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你说，因为你好大讲你听无台语，你 OK 吗？OK， 大概行的呀，大概听懂了。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是一个团体大家一起那个加油的一个活动，所以猪猪会在最后华语再讲一次。没关系，我这边我来好了，没关系。对，好，就是最后的部分，反正我会一直在后面接着你们大家，中间就麻烦你们了。但是如果中间唐突歪掉了，那就歪吧。那就歪吧。总之，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压力。但是你怎么像有解释，但是也没解释到？有听金玉喜话，如听一席话。对，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传话的效果第一优先啦，因为歪掉其实说真的也是很有趣。对，你刚刚说你要解释，然后结果你说可以解释，有啦，我讲你要改谁？有啦，我改谁？有啦，果就跳了一栽啦。是，好，赞。好，大概是这样。还有问题吗？各位组员们，可以吗？没问题。好 ，OK， 那咱差不多今摆今仔日的这个台美霹雳会差不多要开始哦。那总之就是真的，来，你先讲。先感谢今天的来宾，以及就是刚刚有送出我们的会籍，以及可能有抖内猪猪可能没有看到的。总之今天可能稍微眼睛会比较忙碌一点，请各位多包涵。那差不多悠悠 start， 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咯。咱去练我这房间，对。那就是今仔日对，虽然讲身体大概摆好可是你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先战术性讨论。好，我们 OK， 就是谁要第一棒吗？头一个，还是讲像一个迪卡前一个，对。好，那来讨论一下。我要先把那个小蛋聊，我要先把那个题目，好不好？我们先把题目关掉。OK， 没问题。好，那么组员们，目前呢，我们草草是第一棒，那第一棒就会传给我们的U00之后呢，就会传给我们的51，然后就是以此类推。最后呢，你们要改吗？你们有什么要改的吗？是啊，我给你等你嘛，先这样啊。先安呢。那猪猪呢是打算每一题都会乱数切换你们的顺序，可以接受吗？可以 ，OK。好哦，安尼准备好各位走啊。这就是你的战略，你的战略就是让大家对，让大家随性。你真的，您真正有想，你真的有想要把你的奖品送出去吗？因为因真正，我跟你讲，因真正真敏感人因为是阮的来宾，真正真敏感人我靠你们了，组员。好，那我们应该差不多了。OK， 好。那呢头一个，我爱先互迄个林朝看迄个题目，
好，然后你其他人袂当看我的画面哦。稍等我一个。我就乖。来，那吴声老师，你可能要麻烦你帮我进麦，因为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进麦。哦，对呢，对，就是那个静听的那个什么，还都进好了。他不能静听吧，因为他会这样子，大家会听不到其他来宾的声音。啊，对呢。啊，那我把耳机拿下。好，德行安呢，交给你们喽，交给你们喽，组员们加油！是的，好，然后呢，我想迄个开害喜哦，林长，你听到我说话吗 ？test， 好，第一条来，来，第一条来，好，第一条是啥？你看下，第一条，啥物拢无看到，你是要拍的聊天室？不，害喜的嘞，你看我的害喜为名，我现在不是在是你的，对，我看你的，等下我切一个，哇，好，哇这花梨花嘛行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我在练吗？我你在练哦 ，OK， 好，我在练，在说啥？哦，看时间嘛行，你练出时间啊，赞，是嘛行时间哦，看嘛看，你都有看哦，看你个看嘛。行是啥？行时间。歹势我教了你思考，但是我爱甲你讲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好，你讲。就是那是如果你好了，你要跟我说。你当搞我教不？你当搞我教不？我袂好看这个嘛。可以，我再讲一次，就是那个各位观众，他刚刚念的时候，我一度觉得他好像听不懂台语。跨博啊，会晓聊但是跨博啊。好，没关系，这一点我可以帮助你，好不好？等一下哦，来，伊是两头一个是科啊凹，后面是凹，所以第三条伊是靠，对，头前第二个字是 L 是两个嘛，对，你个靠，靠嘛，什么时间哦？什么是？那是性，但是那个死嘛后面发所以是剩哦，省时间哦，靠嘛省时间哦，好，有没有融会贯通？你觉得台语就这么简单？靠嘛省时间哦，是靠嘛省时间，还是靠嘛省时间？台语有变调，所以你头一个讲靠嘛省时间是对的。靠嘛省时间，好，你个靠嘛省时间，安尼好。你这样讲应该差不多了。OK，被找他，对 ，next，好，来，是，我叫一个，一个，来啊，有听到无？有听到无？来啊，好，来，你听哦，迄是两句，靠，你个靠嘛省时间哦。好，我听一摆就好了。你记咧啊？我要讲啊，你个靠嘛省时间哦。好，你讲，好，你讲，好啊。后一个是啥？后一个是，我袂记啊，我无看伊个画面。好，有一来。好，那你讲当个恭维。好，我麦讲。喂，喂，我要开始啊！好，考你个靠嘛省时间哦。安尼我后一个。好。喂，果果，嘿，准备好了吗？嘿，好，考你个考嘛剩时间哦，考你个考嘛剩时间咯。对，你好棒。好呢，哥，我来啊。
考你个考嘛，算时间哦。我刚有需要，我刚有需要，搁讲一摆。你要在你个考嘛，算时间哦。不是哦，一个哦，两个哦，一个哦。好，你个考嘛，算时间哦。嘿，对。好。Hello， 换到我了，对不对？哇，来，一个朋友 ，Hello， 来吧，我来听。迪卡，哦，小姐哦，啊。Hello， 迪卡来啦！嘿，我来呀！嘿，韩吉老师辛苦啊！来，好，哥来吧！我来讲哦。好，来，我听。你个考嘛算时间哦。啊娘喂，看他清澈哦。你把他派啊！我靠，当属地我妈你够啦！这有树林语言哦。哎呦，来当属地啊！你今天讲到有够匹配给诶，来。怎么办？这一题完全知道在干嘛呢？完全知道，因为这得啊，你们现在大家可以打开了吧？好，就是大家让我听到了。来，因为真正是有够爽快，来哥你个一摆好不？你是讲要用迄？屁声，对，开来啊！你个考嘛算时间哦。谢谢，跑给你了，有意思。来，其实我应该知影答案啦，不过我想要问我的组员，有人知影答案的无？我已经其实大概知道答案了，但是我觉得有没有组员们其实已经知道答案的呢？你的答案是讲这条是啥，还是这是不是李安平的代数？好，目前组员们需要就是猪猪，嘿，你说，你讲，我刚刚拍谁？那就是打岔大家，对，我觉得可以先决定，然后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可以直接讲。不是应该是怎样的，就会在底下讲一下。嘿，对，好，那么我先翻成中文好吗，各位？你们猜一下哦，哭也算时间啊。好，怎么办？你是不是讲一句？你是不是讲一句？但是这个也算时间哦。但是这个梗，好，我再演绎一次，在电影里面还原一下，给大家一下。哭也算时间哦。他这一才感慨。哭，你在哭也算时间哦。这样，一完不得一个下呢。好，好，那我那时候可能记错，好，不管，那哭，你在哭也算时间哦。所以大家不晓得是哪一部，对不对？好，那么有人听过吗？你们是不是没听过？对，谁猜出来了？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下一个地方，我们换个房间，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让子弹飞》。没关系，我来好了，这里，然后我们转回去。等一下哦，只有一碗粉。等一下哦，好，我们回来。只有一碗粉。对，里面可能会有不是台语，然后被我翻成台语的，没有错啊！我懂，是被这样动哎，黑不是被这样动，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的，也不算陷阱题啦，而是说我们不一定会从8点档里面取一些就是经典台词出来。我可以请问，刚刚我没有听清楚，是谁有猜出来让子弹飞的？我啊，有够厉害耶！你是安怎又会出来？你是有看过吼？
我有看过啊，是不是只有1碗粉？是不是只有1碗？天哪，太屌了，太屌了！我们那个大哥给吹死啦！对，太强了，这他妈是8岁。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我就说是一定要缴的，不缴不行。我就说我们组员精明概念了，吴兴老师不地瓜老师来，我们组员有精明概念不？真的。有啊，有攻，我讨到有攻嘛，对不对？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的，是不是？哎呀，一开始的没跟丢哈，我就请草草先占第1位Uber哈。OK， 抛下催泪，真的是让子弹飞，谢谢。真是看你们是很有信心哦。后面都不要哭出来哦。对哦，韩吉老师啊，你最低来啦，我也做完今天赞的啦哈。行好，记得好不好？我们来看，我们先讨论一下，先讨论一下。好，你们有要换那个吗？好，那么组员们，刚刚草草在第1棒了，我是倾向我可以帮大家换一下，大家觉得如何？你换。那海基老师你带我一个，我先换一个哈。来。我就惊诶，就惊诶！我就惊诶！好，你买得少啦，卖紧张，卖看无呢，我袂晓看这呢。没啦，你放心啦，咱的做完真正都就赞啦。我的母饼呢？母饼的是啥货？母饼，哇，你大做好。对啊，大家真有够好的。来，我即摆吼，因为咱的有一些老师啦吼，所以咱老师来，我们就吼。尽量有较有信心的老师更加好不？老师更加。听你安排。来啦，你请我看吼，但尤丽玲真正嘛真敏感的啦。来，玲玲，今天我们第2题给你第1棒好不好？可以吗？好，耶！收下落来，草草你来加来。现在那个笑现在听就无呆，你知道吗？就好了，我还在说不好啦。我跟我要公过来。哎呀，那当属牛来拍摄哦，我们第2棒交给你喽，当属牛吼。刷落来，果果你在我旁边，麻烦你了，好不好？好 ，OK， 我们第2题结束了，我再麻烦韩吉老师吼。好，咱重新 refresh 了，好不？来出第2题哦，第2题有小可能有较长哦。来啦，拢来。那呢，就请尤丽玲，我会当诶，好，会当看，我来偷看我的迄个。我买听。上面你会看上面。我刚刚有够困难的，你看我的迄个来。我操！我今晚没关麦克风。好，那现在我们都把那个麦克风，好，我把耳机拿掉，麻烦喽，谢谢。我马没静音哦，真正不要看罗马拼音。但是不要紧，我会使救你，你会使先家己看麦。好，我先两看麦。加油 ！This is。你有52礼拜。52是念对的，礼拜嘛是对的。礼拜你已经，他礼拜可以看你看。我太稳了，小，真是可以听你看 ，test toy 排习惯，我真不会看。你已经，你怎么开始团我呀？小，你阿伯，我个气量，你已经看那新261看人，好，我可能知影伊念唔到对，我可能知影你念到对，好他手，好，你可以救，你刚才我给你救，你要我救你哦，你救我，你救我。你笑我就好想笑，你好有感染力哦，谢谢，爱你。
哦，伊是安怎量？应该是一年有52礼拜，一年有52礼拜。你要先记得哦，其实蛮长的，我有点怕会老高。准备好，准备好。等下哦，一年有52礼拜好。嘿，你已经打礼拜。你已经打礼拜，对，你这样有看出那个脉络了哈。好，休困2天，打礼拜休困2天，嘿，对，你已经打礼拜休困2天，嘿，这就表示讲，你已经干啦，对，你已经干啦，嘿嘿，是，嘿，剩200，存，对，我210。看有啊，261天，通好做台做假头路啊！做代志，我有成就感，赞，是，做代志啊哦，是做代志哦，是啊，你这样，你会当，你已经记起来啊？好，我已经出师啊，对，你已经出师，我已经会当，好，那安尼叫人啊。来，你会使闹人啊！我准备好啊，我来啊！好，我准备好啊，好，我要念哦。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天啊，所以你剩221天会当做是啊哦。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困几天？休困2天，休困2天。所以你剩221天会当做做工课啊哦哦，等下哦，一年有，哪会这样长？等下，我要写。真正足长。一年有50礼拜，嘿，你已经休困一礼拜休困2天，嘿，2天，所以你剩261天会当做工课。啊哦，是啥物？啊哦。好，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天，所以你剩251天会使做工课啊哦。嘿，若是安尼都毋对，好，你甲准备好啊，我后一个。好，等下哦。啥？那全世界拢在说 RO 是啥？RO 好，我感觉你我爱笔记有无？因为足长好，你传一个纸跟笔哈。好，我写看卖。我开始开一个记事本。你开一个记事本啊，写起来。都一年有50礼拜。一年有50礼拜，好，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天。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天，等下我写一个。你已经一周休2天。OK， 好，过来。你自己翻译啊！我袂晓拍台语啊。所以你剩251天会使做工课啊哦。所以你剩250天会使做工课，会使可以做工课。工课是啥？工课啊哦。我知我是迄个买料的时阵讲话讲甲完，袂讲好，我会晓。工课好，我量一摆。好，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2天，所以你剩251天会当做工课哦。嘿，对。好，我领下一个。OK，一年还是一年？
几年？几 OK？几年有？好，今年有50礼拜。好，我会晓。后一个，好，后一个是啥来？是有一好有一。好来。好，这有淡薄仔长哦。一年有50礼拜，你传一个笔，甲纸写一个，还是记事本写一个？好来。一年有50礼拜，嘿，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工。哦，休困2工，休2工，休2工。我有诶，嘿，休2工，所以你剩251工，会当做工课啊哦。251工，安尼，安尼数字咁对。等，卖问。我刚讲一摆，卖问起来算小的问题，卖问起来算小的问题。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所以你剩251工会当做工课啊哦。啊好，按我念一摆互你听。好，你念一摆。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休2工哦，对，休2工休对。嘿。你敢若剩251工，所以你剩251工，会使做工课，会当做工课，会当做工课。啊哦，嘿，买你个画面迄个做工课啊哦是重点对。啊对，啊哦是重点。好，安我知。好，我先去休困。好。数字咁掉。喂，嗨，果果，嗨，有一点长哦，你有没有纸跟笔？我可以用打字的。好，那我要开始咯。一年有50礼拜，一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困2工。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哈？再一次，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2工，好，所以你剩251工会当做工课。所以你剩200啥物拢东251工，51工会当做工课，做工课，嘿，然后啊哦，嘿，啊哦最重要，他们说的，好，这我讲一次吼，今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所以你剩251工会当做工课啊哦，对，好棒，加油！好。Hello， 娃娃吼 ，Hello， 有听到无？嘿 ，Hello， 哥哥，来，我要开始，这丢长哦，好，这长诶，好，你豆豆啊讲。今年有50礼拜，你已经一礼拜休2工啊。好，你继续讲。所以你剩251工会当做工课，哎哦。好，果果。果果，虽然讲你讲你家己的台语白晓讲，啊，毋过我完全知影你咧讲啥。若是即题我无约出来，我就无说滴。这句是名台词，那大家都可以开麦了哈。好，来，可以，来，大家有听到无？哇，因为他都，因为他都果果咧讲的时阵，其实头一句话我听无，啊，毋过伊有讲一个关键字，就是啊哦，毋过啊哦，不是啊哦啦，伊有讲一个关键字，就是
啊，毋过你已经逐礼拜拢休困2天啊哦。果就是即句话，感谢你。我完全知影你讲啥，应该是迄句啦，我著又看买呀诶，应该是安尼讲的啦。来，组员，我现在把完整的这一句我所知道的完全讲给你们听，看看是不是？因为即句话咧，就长诶，无毋对。迄当阵啊，就是一个应该是总经理应该是当时就咧卖一个总经理吼，是安尼讲诶啦吼。一年有52个礼拜，你已经等下52日，你已经是52等下52个礼拜，你已经等下我背一下，你已经逐礼拜休困2天啊，安尼就表示讲。你敢若就剩261天会当做工课啊哦！这个开口是这句话，我想起来，我嘛有看过。这句话我伫咧伫咧8点钟已经看800几啊，800届啊，800届，对，800届啊，所以应该是这句话。刚下果你的关键字就是这句话，我翻成国语就是说，你已经应该说1年有52个礼拜，你已经每个礼拜都休息2天了。那这样就表示说，你现在就只剩下261天可以工作了哦。对，是。把我们掉，我发现我听到的数字是不对的，前面怎么会讲50个礼拜？对，发生什么事情？对，休2个礼拜，我刚选过那个，说不定那怪怪。我跟你讲，因为所以我才讲头一句话我听无，因为第一句话的确我听不懂，有点像客家台语，就你就今年我想要跟51个礼拜什么之类的，这是法国台语，2个礼拜以后。对，但是我是因为鸡清酒。对唔对？但是果伊真正有传达有好势吼，真的是他把那个关键的，对哦，他把关键的那个下面那个贺困归礼拜贺困2天的这个，谢谢果，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句啦，应该啦，吼。多一句啊，多一句是像讲的，你爱讲啊，对啊，你爱讲啊，你觉得？你讲啊？就是即马我想要问看卖啊，就是咱的做完吼，刚知影这句话是啥讲的。应该不是李阳平，听起来该巧呢。有看卖啊？苗可丽吗？苗可丽，但是不是李阳平，应该因为苗可丽较不是头家啊，苗可李阳平不是头家啊，所以对啊，而且你们推敲看看，所以应该是讲伊做头家的时阵，霹雳会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所以应该对。是，应该不是李阳平，我不管他是像，但是应该不是李阳平。因为啥？你要不要讲个借口？先生，因为应该就是听起来不是头家啊。理由。你讲这句话听起来无算无李阳平听起来应该是袂晓，袂讲出头家讲的话。哦，所以你刚刚应该是倒一个。我唔知会不会是谁，不该是。其实草你已经推敲对正确的那个道路了，对，就我一定要知影是啥哟，不要紧。所以你刚刚不是，你刚刚不是就好啊，对，好。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其实像这一类的台词啦，这款的台词啦，在台湾霹雳会的李阳平甲台湾龙卷风的老友英就修行的有无？好，也就是说，或许会不会是另外一位呢？所以你应该下好离手，是不是？你要下好离手了，你决定是多几个？所以其实猪猪知道答案，但我想说还是留给主员。所以草你怎样都好厉害，你怎样都好厉害，搞好厉害。是要讲是不是伊讲的就好啊？没有是虾米人讲的哦？没没有是虾米人讲的？对。OK。你有刚刚是啊，是不是？嘿啊，那就安尼，草草就又对啊。这句话真正不是李阳平讲的，是老友英讲的。老友是隔壁的哟，是隔壁啊。对，伊是隔壁，歹势我看唔到字啊，我也拍唔到字啊，但是电管有写迄个tornado台湾龙卷风，对，哇，恭喜草草，哇，就厉害，对哦，你们现在2题都对，对，两题拢对啊，
而且这题我真的没想，因为这个台词真正就长诶，我想讲大家有安有，系啊，真正就长，大家有法度安尼团到我遮，你而且哥哥都讲，系啊，就厉害，哥哥都讲伊袂晓讲台语。但是我问一个，我想要问一个，是四哥甲我讲的时阵，就是50礼拜，还是你听到的是50礼拜吗？我听到就是50礼拜啊。哎呦，你听到就是。聊天室，搞到作证。聊天室啦，后边是51才开始52礼拜。要记得对，礼拜呢。听我问一个，能发的我想讲的所以怪，所以我把想象你这，有伊嘛知影是52个礼拜安尼吗？我想讲算做蛮对，你现在所以你是伫遮算，你是伫遮算数学算出来哦，太高，系啊，多厉害！哦，数学大师，对，我做完今天东西浑然天成了，我们第二题又答对了 ，yes！ 哇，对啊，就即摆开应该是位置就较近吼，嘿，你样比如搞不出来，搞不出来，搞不出来吼，对，还没有出来，对啊，好，韩吉老师，你觉得大家觉得下题大概刚下一题搞不出来，你是我有知在呢，应该有机会，对，应该有机会吧？气跨没？我再来看一下题目。好，我们要先，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题目啊。你们先决定要怎么样，就是 OK 排列组合。呵，来，韩吉老师，来，我来吼，来，各位周晚，我们已经连续对2题了，你们好棒！我无收到，恁家就搞的呢。我无收到，因为他都是哥哥传给我的，嘿啊，完全有答案吼，加赞。所以啊，咱这摆吼，来我们第3轮，我们一样就是邀请很像还没有在第1棒担任过的，我小看蛮亚哦。那各位周晚我就自己来啊吼，我自己来咯。好，那我先去上个厕所。可以，请便。会使。咱U00辛苦咯，来00我们再看一下吧。拼音实在是就歹看，不是做歹看，就歹看，嘿，就歹看，为什么？就2款，第2款。等你拍手我的滑鼠调整一下。哦，你调整一下，好，不要紧，我调整一下，好，来，好，谢谢，我想讲我的滑鼠那里熊袂叮当，好，我来调整一下。我写你嘛是袂叮当诶，喂，为什么点了？嘿啊，完全袂叮当。安尼我想起来，你今仔日即马，你最近你的骨出足骨溜的呢，因为我今仔日趁果伫咧变数时，我会使讲迄个，因为我今仔日是伫咧迪卡引导吼，我也是做这工作人员，然后我发现迪卡的迄个骨出啊，骨出就是滑鼠，对，就骨溜诶，骨出。对，就骨溜诶，用出来。我的骨触吼较敏感啦，歹势啦。现在用一寡足奇怪的语气，足奇怪的开口来讲这。歹势无奇怪啦，咱即摆是足正常的节目。啊，毋过我即摆骨触吼，苦力可是哒啦。多那大家就是我的滑鼠好像没有办法移动大家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神奇哦！你收起来啊！对啊！好，来，我来吧，紧，我手工呢？我讲你头头有收啊？好啊，我头头有收嘛？好吧，紧来。我先收啊，因为就是头头那迄个移动的时阵啊，好吧，紧吼，辛苦啊，来。刷落来，咱00辛苦啊！到第3题来，吴宇老师你第1棒好无？好来，那你就是轻轻松松的代志啊！哈，对，一定无问题啊！吵吵电话家，干嘛呢？干呢？我买菜有个就困难的啦，安尼啊，买啦，你即马想要好大家手下留情哦！你想要好大家过较歹过，好多有人讲好呢。那是我的人，我叠果后边，上公好安尼吼。好，即摆我已经差不多精力好势啊。大家这样的一个顺序还可以吗？有没有人想换的？可以吗？刚会使 ，OK， 会使吼，对啊。在这里国后面救命，
所以啊，那个，那我头一个真正是老师，啊，毋过团伙果果吼，就趣味的哦，吼，教互大家啊。我相信王希哥加尤丽玲，我相信因，对，应该听出来。对，我相信我会做完吼，教互恁啊，麻烦你们了，好，安吉老师我好啊。那咧就开始哦，好来。五一来的，五一来，有你大家也在看我的，你现在听得到我的那个声音哈？那这样子，我先把那个拿掉了我的耳机，组员们拜拜，拜拜。来哦，你现在看得到吗？那个我们画面哈，画面来看，啊，这股对于来讲轻轻松松啦，应该。误会。这不是误会，对吧？误会哦，是，误会，我过6岁啦，有灯，嘿，有灯，所以。你人有介好呢？我就甲伊讲，对我想讲头前迄就困难的啊，我就想讲，互因较迄个啊，对啊。我原本在想讲，互大家。对啊，我原本在想讲，互因轻松一下，对啊，结果恁头前就改出来啊，对吧？啊，无你要讲话无？你话较困难些。买啦。来，好啦，那你就是放假，就即马即个放你耍，那你后一个，我叫后一个吼，我就是这样，这里过，来，喂，嗨，好，很简单，误会，我过6岁的啦，我过6岁的啦，嘿，好，你要试一届无？好。误会，我过6岁的啦，可以吗？可以，棒，耶！好，来了。好，很短，很简单，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好紧张，我们先听，在我忘记之前，误会，我过6岁的啦。哈？误会，嘿，误会。误会是啥物？误会，我唔知影是啥物，但是就是安尼讲诶。误会，我过6岁的啦。我过6岁的啦。嘿，我过6岁的啦。嘿，我过6岁的啦。嘿，误会，我过6岁的啦。嘿，就是安尼。误会，你的重音讲有对。我唔知影呢。误会，我过6岁，我过6岁的啦，我过6岁的啦是啥物？我讲6岁的啦，啦，我唔知影呢。我想头2个字应该是误会，这是一个误会。我讲6岁的啦，哼，就是安尼哦，是不是？我唔知影呢。好啦，下一棒啦。好。下一棒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嘛唔知这句话在讲啥物，我敬你啊，敬你，误会，
我讲6岁啦，我讲6岁啦，嘿，5岁，我讲6岁啦， 5岁我讲6岁啦，安尼念吗？我讲6岁的啦，嘿对，伊是安尼讲的，我讲6岁的啦5岁，我讲6岁啦，好，嘿，我完全毋知你讲啥，嘿，不要紧，我嘛听无。5分吗？是5分吗5岁，我有应该是，这是一个5岁的5岁，要毋过第这二句我是一个听无。 5岁吗5岁啊，5岁？5岁， 5岁，唉，这是我讲拢是2岁啦，我讲2岁啦，这拢是5岁，嘿我毋知，他们是2岁啊。我毋知，你加油！哎，我的天！OK，我来啊！好，我要开始啊哦！敢会长，敢会盖长？我毋知这咧讲啥，你袂使长，袂使长。嘿，伊讲这是落血啦，这是落血，落血，这是落血啦，应该是芦荟的意思，应该是芦荟吧？落这是血，落血啦，落雨落是咧血，这是落血啦，嘿，应该是假假的迄种芦荟，应该。哦，这是落血，落血。嘿，我后壁一个是，这拢是误会啦，是落血啦，这拢是误会啊。嘿嘿嘿，就是安两尼。句，两句。嘿，两句。等下，第一句，这是落血，落血。第一句是啥？第一句我想一个。这拢是落血啦，这是落血啦，啊，这拢是误会啦。哦，这是落血啦，那这拢是误会啦。嘿嘿嘿，就是安尼弄着。OK， 这是落血，这拢是误会，落血是啥？好，芦荟是。我知，但是我想讲这两句话无关系啊。好，我转去，我这种菜，这是落血。好，加油加油！好，我甲迪卡讲好。好，我来啊，我吼。好，我迄有两句，但是我第一句听无，我刚刚听有第二句呢。好，我给你自己讲。嘿。这是落血啦，啊，第二句是这拢是误会啦，这是落血啦，落血啦，对，落血，我毋知落血是啥，是我毋知落血是啥，这拢是误会啦，对，第一句是这是误会啦，啊，这拢是误会啦。等下哦，卡关，等下哦，我想要听到。等下，曹你要讲一摆，歹势。这是落血啦，这拢是误会啦。这是落火啊，落火，这都是我唔知，这都是误会。误会，哎对，误会。这东西误会啦，这是误会啦。但呢，这是落火，因为我现在转说，我这边在烫，在想讲是不是，其实不是地理会的代数。落血。我应该是啥会？但呢，应该是当开麦啦，开麦克啊，好，大家来讨论一下，来，好，来，他稍微讨论一下。你不是要在讲啊，你在讲啥小朋友？这个你讲我有，我家不是讲就好诶，这个你讲是落血啊！这个你讲一个，来，你讲一摆。我讲误会，第二句我袂记哩啊，第二句是误会啦，会啦，啦，等下，你个讲一摆，第一句是误会，嘿，误会，我过啦，什么会啦？我过啦，会啦，你还没跟我哥，等下，我倒看买呀诶，敢若
有误会，嘿，误我是会，嘿，举例，EX 后玲玲听误会，这是一个误会的误会哦，伊在后边后壁对啊，后壁误会，啊，顶管一个是芦花啊，芦花，误会，第一个是芦花，为什么有路？那有咯。等下哦，玲玲是安怎讲？玲玲我听一摆。我讲这是芦花啦，我后壁袂记哩啊，后壁伊是讲这都是误会啦。哦，这都是误会，后边你是每个底层，现在倒一句是吧？不是，等下，所以四哥是讲头一句是误会，误会，误会。我讲啦，会的啦，啊，我芦花的啦，哦，啦会的啦。我讲啦，会的啦，我袂记得啊，也毋过上后两个字是的啦，的啦，等下，什么的啦？好哦，无即无马可能，即马果果你安怎讲？我听一摆，果果。误会，我讲啦会的啦。哦，一个是讲到做清楚的，误会，我讲啦会啦。对啦，我觉得我懂果果台语。我知道，其实误会啦会。清楚，嗯，嘿，你讲我做清楚的，对，应该是有清楚啊。但是我无确定即句话是应该毋是李阳平吧？我毋知，啊毋过啊，昨晚恁这边是浪花啊， 6岁啊，5岁跟6岁。浪花哦，什么是 A 啦？我是浪花的啦，啦，我是有浪花啦。我是听过这个网络用语，好像在那个邱泽近景有拍过这个电影，下面男人谈恋爱时，好像有讲过类似的话。啊，毋过我不确定。有，我好像是吧，我忘了。它里面讲说，他就是用那个国语谐音梗，就是调刚，就是咱狗灰时阵就是进能杀洗锅嘛，所以这句话常在迷音还是网络上面说误会。我还6会嘞之类的，是安尼吗？哦，原来是浪花哦，是吗？是吗？误会啦，会啦。不是我今年浪花，无毋是，我啦会啦，我啦会 A 啦啦。是啥物？我是有讲啥咯？啊，毋过我无6岁的，我是啦会 A 啦。啊，毋过我是啦会 A 我啦，讲啦会的啦，误会，对我是啦，我讲啦会啦，我讲啦会的啦。 5岁我还6岁嘞，这种感觉。好，那安尼我问看卖呀，来吴一老师，你刚知影即句话是？我毋知影是啥物人讲的呢。啊，毋过来，阮有要着无？嘿，吴一老师，你搁讲一摆，上标准的。误会，我讲6岁的啦。哦，水啦。啊，是安怎即句话？明明即题2句，啊，旁边后壁2句拢无共是，我是啥物代志？为啥有误会？吴一老师，你的表情真就无大诶，好好好。啊，你变怎？我嘛无确定即句话刚是李阳平讲诶，做完啦，变怎？你有看买无？好哦，感觉伊差不多爱讲啊吧？好啊，无这应该是查甫人讲的，这应该是查甫人。讲这款公公的话，好啊，无即题有啥物人要看卖呀无？我们组员有没有谁想要猜看看的这一题？刚是邱泽，邱泽，然后呢要猜邱泽哈，好哦来求邱泽哦，我们要想好离手了哦。对，我好担心哦。邱泽是谁？行啊，邱泽就是一个艺人，对，就伊最近结婚，结婚已经是足久的代志啊，但是就是一个查甫的艺人，对，好，我感觉是查甫人讲。那夏侯离手，还是啊，大家啊，这就是你啊！对，是吗？对哦，啊，就是咱的是哦，这就是你啊！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整个剧情是就以李亚平有一个后生，就甲迄个本，就他的那个伊迄个叫啥？
小三的，反正他的伴侣有一个迄个好心意叫做方大强，啊，方大强交了一个女朋友啦，对，然后伊就甲迄个伊后生的女朋友，就是可能未来是因新妇的查某囡仔，就讲你就是孝顺，你就是孝顺咱本家的钱，对嘛，啊毋对，安尼才会甲伊做伙，啊，迄个查某囡仔就讲，我看你是对我有一寡误会啊，误会，我搁6岁咧，就是伊就安尼讲。潘吉老师，我根本看卖呀，这句话刚是下摆的影片，也是啥物电影有出现过，刚有。这我都唔知，但是我看迷音的时阵都是李阳平啊，应该是有。你讲迄个应该是谁先爱上他的？对。好，原来是安尼啊，就可笑诶。我真的刚刚这条就简单呢，结果我们你没有猜出来，谁啦？没印象，有啊，落会，我落会啦，好讲落会，我们学到了一个网络迷音，好，谢谢，哇，第3题不要紧，对，不要紧，对，完不对。过来应该够有一个领养品，对，大概会使找看。够一个哦，好哦，韩吉老师谢题，好，谢谢。你爱换人无？你爱换人无？嘛是爱换一个啊，因为各有人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第一条，所以安尼较好算嘛。我跟换一个啊，我跟换一个哦。像是诶，嘛是使就是问讲大家刚有想要特别位置，有人想要特别做吗？对，特别做的是第一个，头一个吗？不要紧吼。好，那你就迪卡决定。嘿，好啊，我想讲拢大家拢升一百，所以哥哥，我们第一棒好不好？好啊，对，现在很有自信啊。对啊，不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好啊。对啊，果果的台语我听得懂，好不好？对，你看你要去第2棒才对啊，你要去第2棒。我去第2棒吗？好，我去第2棒，不是啊，我必须留在第2棒。你要不要去第2棒？也可以，我可以吗？去第2棒吗？我可以吗？可以啊，我真的去哦。可以啊，可以。好啊，可以，果果，我接住你，来，哦，来，我接住你。对，原来我也可以换，太棒了！我觉得好像大家都猜得出来，应该也没什么困难，这有什么难的？奇怪，反正真的猜不出来，也不关我的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猜吴亦凡那里，对，什么意思？因为他是尖端的台语老师，所以应该放在这里。对啊，那到时候已经猜得出来。好啦，我看一个哦，咱的当属长，咱的歌吼，歌我看卖王档诶，因为我想看卖诶，王档诶伫我边仔好啊，因为王档诶台语嘛真好，所以我看一个哦，安尼好啊，来，美拉你最后啊不，我看美拉你最后好啊，你要最后吧？你要最后吧？好，你有一个，好，来，咱有00就是有气可加，好不？来，我看一下美拉底，好，有气票，我去，对，好啊，就安尼，哇，我是第2棒，那咱我来看第一步，对不？好，来，大家今晚下好离手哈，下好离手。那我就把我的麦拿掉，拜拜。好，哎呦，小弟话一个哦。这英国听得到我的声无？你听得到？听得到，老师。然后，好可爱哦！来，那你看我第4题，你看到我的画面？你有看到直播画面吗？对，有。来，这一题。我靠你去死嘞啦！我靠你去红胖休阿啦！赞！你是名正顺的帮票，你除了那个有告你去红帮票啊啦，红帮票啊啦，哦，帮票就是迄个绑架，嘿，哦，你模范生哦，哎呀，拼音可以的啦，对，赞，好，然后咧就是后一个迪卡来啊，好，啊，甲迪卡叫来，哦，好，来，玩我吧。对，来啊，哥哥，我来接哥哥参与，来。好，我靠你去死嘞啦！有靠你去
红旁飘的啦，飘啊啦。我靠，你去死啊！有一两个就标准的。有，我靠，你去死的啦！嘿，我靠，你去红旁飘啊啦！好，我内化一下。哦，我等一下，不行，我要接住果果台语。我靠，你去死啦哈！第一句是安内吗？第一句是这样吗？是的啦，是的啦。我靠，你去死的啦！我靠，你去死的啦！我靠，你去死的啦！啊，好，下一句呢？我靠，你去红旁飘啊啦！我靠，你去死的哈！什么绑票的？啊，我靠你去红哦，绑票，我靠你去嘿，啊！你再讲一次，我融会贯通一下。我靠，你去红旁飘啦啊啦！五，这应该是第7调。五靠你去，五靠你去。等一下，果果，你从头到尾再讲一次。等一下，不行，我要接住。等一下。好，我靠你去死的啦！我靠你去红旁飘啊啦！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是这样子吗？我就是这样。我靠你去呵，那语助词，你再最后一次，我再听一下语助词。我靠你去死的啦！我靠你去红帮票啊啦！呵，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好，我把音调转成这样子，我尽量了。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呵，谢谢果果，呵，好记得，呵，谢谢果果。好担心忘记哦。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啊！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怎么？我刚讲的什么？我刚讲的什么？完蛋了！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是应该这样子吧？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了哈！好，歌来了吗？啊呵，这是第7调的第1调啊！完蛋了，等一下，第7调吧？等一下，我来了啊！哥，我来啊！当属你哦，你叫我一个，你跳上谁哦？我来哦，快点，我要先传给你，我会忘记。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啦哈还是哈啦？应该是啦，应该是啦哈！你再听一次哦。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第2句的第一个字，我觉得应该不是哇，应该是乌。应该是乌，我在想，应该不是第1调，应该是第7调。我刚一直在揣摩，对，嘿，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应该是安尼。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对，应该调性。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啊，对，应该是这样的。对，碎，掏给你哦，你要不要再讲一次？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可以。然后第一个乌，你改成比较下面的音，五。对，应该是这样子。虽然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对啊，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应该是安呢。去红帮票啦哈。对。OK 吗？要不要再一次？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碎啦，掏给你哦，赞，团都可以。好。Next， 下面看一下是什么？好。我来呀！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等，好，我袂记你啦，我讲一摆啊！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啦！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红帮票。讲一摆我听一下。好，我靠你去死啦！我靠你去互人帮票啦！不是哦，我靠你去死啦哈！哦啦哈，啊，第2句是
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啦哈。嘿，对，重点是啦哈。啦哈。好，我记者，我靠你去死啦哈。啦哈，我靠你去死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拢爱啦哈。嘿，对。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是有哦，唔是我哦。有，我靠你去死啦哈。啦哈，我靠你去死啦哈。有靠你去死，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嘿，对。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好。真好。啊 ，next。我来啊。好，这有一寡派哦。好，第一句，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死啦哈！啦哈。啊，第二句，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啦哈，拢爱是啦哈。我是啦哈。我讲一个。你两一摆。我靠你去死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哎，对，啦哈，好，你真搞。好。嗨，我准备好了。好，这句有较歹哦。好。好。我靠你去死啦哈！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这标准的。我知呀，小姐有啦哈。为什么有啦哈？是在唱歌吗？那你去死啦哈！我好两帮票啦哈！有靠你去红帮票啦哈！有靠你去红人帮票。啦哈，嘿，好，我来翻译这句的意思。我靠你去死，然后我靠你去被别人绑架，对吧？应该是。然后啦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啦哈。然后，你有看我看你互人绑票。啦哈，有告你红帮票，有告你红帮票，啦哈，有告你红人帮票是什么意思啊？有告你被人家告你被人绑票啊？什么绑票？绑票啊！你是讲你不是讲绑票就是那个绑架。有靠你什么意思？好回来了吗？我靠你被人家绑架吗？我靠你哦！我看你互人绑票。好。好哦，所以我想一下，正确答案。传到你那边，你刚刚都要听到啥？你要问我吗？还是要先问哥？啊，哥你给听过啊？团途被骂倒。我头拄仔讲，好，韩吉老师，我会当讲吗？韩吉老师，你去倒位啊？韩吉老师，行，会使啊，会使啊，会使讲哦。我头拄，会使讲啊。然后我头拄听着啥等咧？我想一下，啦哈，对哦。您刚刚我发表一下意见，您刚刚气势很足，对哦。所以蛮正确的吗？蛮正确的吗？我只能说气势很足。我靠你去死啦！是啦啊！什么啦哈？谁啊？为什么有啦哈？我听到是啦哈。但你有第二句是什么？我靠你去死啦哈！啊，第7条等下我靠你去红帮票啦哈！赶快呢！五靠力，五靠怪怪是五靠还是五告？对啊，所以我其实有听不太懂。可是五靠力，对，帮票是绑票。我叫你去死啊！
我看你去互人，我看你去互人绑票，我看你去互人绑票。所以我翻一下中文好了，我担心又不是李艳萍的话，可是靠你是去被绑架，我靠你去死啊！我靠你去黄帮，刚刚靠不是哭吗？等一下，我看你，我看你，看你去死，我看你去死啦！我看你去死啦！我看你死，我看你互人绑票。好，我们就当成是靠好了。我靠，那我果可以念一下吗？果可以念一下吗？好，果对果的版本超可爱哦，果你念看看。我靠你去死的啦！有靠你去红帮票啊啦！啊啦，啊啦！对，我必须讲，伊其实转掉，就是全对。对，如果就是第一次看的人的话，第一次看罗马字，他全对，好厉害！对哇！所以是，可是我靠是什么意思？我叫你去死啦！有叫你去给人家绑票吗？是这样子吗？好，我好像你被人家绑架了啦。刚是我靠，我们可以先回去。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题目，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题目，然后你们再去想想看，好不好？好，应该可以。我有对啊，你有对啊？我刚没使讲我的答案，还有列答案来，当时这是老有用。这是头那头诶，对，我知道你去死的，我知道你去死的，我不知道你去死的。对，因为迄个罗马里，我们那个台语罗马字的 K， 它不是发科，它是发歌，所以其实对，所以果真的是除了那个科，有一除了迄个歌。念对之外，伊转对，其他拢转对。对，哎呀，今日模范生，你要模范生，对呀。你家喜欢做歌，你知影是老有音，不是李阳平？因为是老有音较巧较认真，李阳平是公车平。对，公车平，你嘛要讲公车平？是。哇，头家牛。有够赞哦！华夏最累哦！第3题，这是的。哦，第4题了，对。你像果果，其实在团的时阵哦，其实他都真的已经算是把他的那个尽可，对，有尽卡呢，对，已经尽所能的把，就是有把迄个字传落来，很厉害啊，就厉害。我想要调看卖呀，有意你是安怎量的？你是讲头拄我听到的版本？对，你头拄你听到的版本，我听到的版本是，我靠你去死啦哈！有靠你去红绑票啊啦哈！这有啥咪有啦哈！好复杂的鱼尾助词。不过其实传到五一那边的语感又回来了。对，团体咧，老师遐，五一老师遐，也是足精彩呢。对啊，对，好咧，加仔，咱当署长吼，咱的头家牛知影是老有音哦，好咧，加仔，来这一题我们又得到了，刚下咱的周完，谢谢。所以今仔日刚才我都回来，你们要换那个吗？要换顺序吗？一起对。来，当署长去第一棒。来，当署长，交互你啊。当署长。好，我就袂晓看罗马字呢。我紧。我见老师会甲你讲，老师会甲你讲，你也使给我白较暗的，不要紧，我就恐怖，我相信你，头家牛，来，头家牛来，我相信你。所以我们歌请移动到第一棒咯，那我就把歌移过去了吼。头家牛真的是就赞诶，来，我们第一棒就交给歌，然后刷倒来，我看一个哦，果果我看一个，果果你即马想要最后一个，还是要是咧想要第3个、第4个、第5个？互你算一个。可以第3啊，我觉得在中间还不错啊。如此混沌好哦。来，你想要教果果的台语啊？吴一老师甲尤丽玲甲周周。你就是要弄会使，挂在第2个迄我弄会使啦。我调咧第2个，我弄会使。我调咧第2个。系啊。那有今晚安尼好啊，来，然后就麦叮当吗？等你哦，我调整一个，无我想讲，我即马伫咧第4个好啊，等你。
等下，安尼看好省。不，等等，因为我听过果果的台语了，我觉得要请别人听一下。等一下，你们谁还没听过果果台语？快点！啊，我来啦，我来。啊，你去，我去上尾，等你哦，叮，好，尤里你要去第4棒嘛，吼，然后我唔对，来啊，我去上尾。等你，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哦。没，好，来美啦，上尾吼。我明仔去上尾。啊，你头前有老师吼，免惊。有老师免惊。我是变成新猪白了，我一个是老师，新猪白啊，老师吗？反正较好笑。你讲我上一个换老师，换老师。好啊，嘛，但是我知影题目安尼。嘿，你知影题目？不是地瓜老师，是你老师吗？是语老师你调的嘞。哇，我想买啊！老师呢？那个你无法度救所有的人啊！吴老师，家己遐对啊。你老师想买？吴老师要想买吼，好来，我调整一个，来拍摄哦，来过来调整一个，来阿美啦，你伫咧吴老师面头前，来，好我讲吼，来，好 OK，好准备好势，好一个吼。来，即摆来看我的像，即摆是头一个是好，咱的王党的，来，麻烦咯。大家即摆，大家即摆爱迄个啊，你看你嘛爱。好，我先把那耳机拿掉。对，你嘛爱最高品质啊，哈，王党，你好啊。好，你好。好啊，那你即摆会使看迄个我的害型的，我的那个直播荧幕，你可以先看。好，安尼，你可以念看啊，不行的话。就叫我救你嘛，不要紧。我看一个，你刚有切题目啊？有啊，我已经切啊。你看的我已经切啊。啊，等下，我开唔到人诶。啊，看到啊。是。原初是天下，天下是对的。天下传播诶。查甫人，他会头马波通，什么哇这哇，哇这后面是两个 N， 哇这是，哇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是查甫，因为他是那个波，对，查甫人，对，他会头马，大家懂吗？大家头马波通。无动头，换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都嘛。换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对，大家都嘛无动头，大家同嘛，大家对，大家都嘛无动头，对，无动头，对，嘿，就是安尼，无动头，是大家无动头就是。我可以给一个小小的 tips， 好不好？我动头就是受不了，受不掉。对，无动头，大家都嘛无动头，嘿，是无动头。你即摆已经差不多80%。等下，换做是换做是啊，等下，换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都嘛无动头，大家都嘛无动头，是，大家都嘛无动头，大家80%，我刚刚我觉得51听他应该听得出来了，嘿，是，哇，这是无动头，好，我搁讲一摆哦，哇，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都嘛无动头，查甫人，查甫人，对，好，差不多啊，好，一个吼，我去找人啊，我去捞人啊，来，迪卡，稍等我一下，我叫伊哦，我甲伊叫出来。无动头，
动头。好，我来呀，我吗？来，当 studio。我就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都嘛无动头。我的记忆力无介好。个一摆，我给你，你讲什么？我就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都嘛无动头。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拢嘛无动头，安尼吗？无，大家都嘛无，呵。大家都嘛无动头。好，换作是全天下的男人，大家都没有动头，是这样吗？呵，我做是全天下的查甫人，大家拢无动头，安尼吗？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哦，拢嘛无动头。我做是，等下，搁一摆，等下我都乱掉了，搁一摆。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也毋过伊是拢，也毋是下落的，是东嘛无动头。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某人，大家拢嘛无动头。大家东嘛无动头。迄个东，它那个东啊，是什么英文？东 T， 讲袂使安尼。东啊，对了，应该是袂使。把紧，讲袂使安尼。等下哦，东是东吼，东嘛无动头。我大家东嘛无动头。无动头，拢是得。我这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安尼吼。对。我传落去，好，来。我这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我这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我这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查甫，对，查甫人，好，OK，好。喂，嘿，哥哥，你听到我的话吼？嘿，好，我即马紧传哦。我这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安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大家拢嘛无动头。把紧过一摆，我们再一次哦。好，我做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我做是全天下啊！我做是全天下。我打的。我做是全天下。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啊，应该是安尼。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查甫人，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嘿，拢嘛无动头。拢嘛无动头。应该是，是不是？我做是全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拢嘛无动头，拢嘛无动头，拢嘛无动头，拢嘛都无动头，对，拢嘛无动头。我做是全天下，天下全部的查某人。等一下，我有点乱掉了。我做是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对，果果，对，你知道我在讲啥？好厉害！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拢嘛无动头，应该是安尼啊！对啊！果果好厉害，好，OK 吗？好 ，OK。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拢嘛无动头。应该是安尼。谢谢，谢谢，搞好厉啊！好，我来呀，好，来吧。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
东马波痛头，是不是痛头？痛头，痛头，查某人无痛头。哎，我要再一次吗？你要写吗？不用，免我靠我 no。你靠你阿他妈！哎呦，阿他妈，我阿他妈滚！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某人，我这是天下全部的查某人，拢嘛无通头，嘿，无通头，嘿，通头，嘿，通头到底是啥？不，通头到底是啥？好，我准备好啊。好，通头。好，来，从头。好，我准备好啊！你准备好啊？吼，我准备好啊，来你讲。好。那我这是查甫人。等，那我做是查甫人好。因无通头，我不知道通头是啥物呢？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通头好。通头到底是啥物？通头到底是什么？到底啥物？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敢是咧？因无动头吗？查甫人因无动头，查甫人无动头嘛，不是安尼咩？是吗？好，那我这是查甫人，因无动头，因无动头，好，因无动头，哎，继续。好，会当。就安尼吼，嘿，安尼样，无第二句啊，无第二句。无啊，因为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嘿，无动头，还是无通头，唔知。好，好对哦，来 update， 好来。哎，我来了。李老师，这就对，这句就对。那我做是查甫人啊，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简单吼。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哎，就安尼。就这样。对啊，我嘛是感觉怪怪那样对。对啊，那安尼。哦，好就简单嘞，我是感觉。大家同齐来迄个啦，来讨论者。哎呀对，好。我听到的是。你想遐久。那我做是查甫人，你搁讲一个。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拢无动头，这么短的吗？其他的人咧，即摆大家会使开迄个啊，对，开麦克。还有一个对不起，有人对不起。那被封系列人不是我呢？刚不是。好，可以开了哦。我要系列蛋可以开，好，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无动。我只听是通头啦，通头，唔知是啥。这句才对吼，是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才对啊。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动头。他们呢？讲的哦，是吗？我是查甫人啊！他们呢？我做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啊！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全部的查甫人。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天下全部的查甫人哦。其实也无听到迄个天下全部，你哪会信？因为通头，我伫咧想通头是啥意思，我袂记住住。所以天下全部迄天下是倒一个胖爷。因为你无听到天下。无听到天下，我无听到天。你我紧，你再讲一摆，我听看卖啊。我要讲对也是。我紧你是讲你哪都要讲诶？你头拄仔讲，那我做是查甫人，无通头。那我做是查甫人，因无通头啊。通头个是啥？通头是通头是这物件。通头好，无要紧，但是这个通头团伫咧草甲有意遐就变动头啊吗？我动头较合理啊！我嘛是安尼感觉。有啦，还是感觉有接回来。啊，毋过应该是动头吼，应该动头的。系啊，我迄当阵听头家娘咧讲嘛是讲动头。
好，安尼好啊。对啦，动头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啦吼。动头应该是对的，无，咱叫看卖啊，即句诶是李阳平讲的无？李阳平感觉是会讲，敢袂？我觉得很像会，可是我又不敢确定。是吼，对啊，我刚刚应该讲诶，对啊，应该。你是下好离手哦。嘿，下好有3个人感觉讲是因讲诶吼，然后呢咱起码来看卖，讲是伊讲诶。诶，这个人若是，迄个句我原本底是想要摕过来，可是人牙棒是讲华裔，然后我就无吹到人牙棒要安怎念。你们会很那个欸，我靠！雷都马无动头，甄嬛竟然是有，他是《甄嬛传》，伊是伫迄个第62集的时阵，安陵容复宠嘛，迄个就是浣碧就为外口行入来，讲今晚安陵容又复宠了，然后安陵容就说，他不就是一味的装可怜吗？难怪每一个男人，难怪皇上会这样喜欢的不得了啊！迄个就是甄嬛就该讲，那是皇上，就是前面他其实有说，不只是皇上啦，那瓦奏是天下全部的查甫人，换作是天下的男人，个个都喜欢的不得了，这是甄嬛讲的。动桃还有大概不得了的意思哦，那动桃不是杀不了这个意思。对，就是没有喜欢的不得了的那个意思，所以我就还无动头。哈，我的我想的应该是《甄嬛传》也是一种8点档，其实它蛮长的。居然是出自于《甄嬛传》，我真的哇，我没想到啦，我真的没想到。意外，但是《甄嬛传》是讲台语吗？不是啊，不是，就跟那个让子弹飞一样。我刚意外，不过让子弹飞我们有猜出来。有啊，就厉害。对啦，这个好难哦，太困难了。好难啊！好啊，不要紧，那个我这是一句话，对，皇上讲出来，大家就知道不是他啦，对吧？对，霹雳火蛮无皇上，对。啊，所以我想讲无动头应该是，无动头，我唔知你怎讲。好啦，那呢时间的关系，那下一题。大概下一题上尾一题好无？好哦，还是讲会使算了？好，下一题，上尾一题。那上尾一题好不好？我们讨论个最强战队，那么麻烦迪卡。最强战队来主我感觉我会听有果果，我应该是听有果果。真嘅好哦，我感觉我应该可能会当听。对呀，我讲的就好啊。就好，标准，就厉害呢。恁呐做完来，阮即马瞧一个，果果的后边是个曹操吼，啊，咱头一个各有像阿未做过，我们还有谁还没有做过第1位的？好像五一吼，五一有，大概应该拢有啊，拢有啊吼。就是上尾是你对迪卡对换，好，安尼我来。好，搞好啊！来，希望我们这一题可以 get 到一下，来，然后掏给你，我看一下哦。来，哥，你想在哪里？哥哪里没做过的？弄会塞吗？组员，你们觉得？熊背吼，呵，来，哥，掏给你，你熊背好啊！刚确定。哥，会使啦，可以啦，哥大人敢要搞好啊？感恩呢，可以啦，咱头给你啊，真正可以。你是阅民音无数呢，拢有会出来。嘿啦，对啦，来，我尽力而为啦。可以啦，啊，刷到来，吴一老师，你想要去倒位？吴一老师，啊，无我伫你后壁好咯。曹操后边吗？还是我后边？你确定吗？伫你后边啊。确定哦。还是你感觉我伫倒一位较好？我嘛唔知影呢，恁感觉咧？我感觉有莉莉感觉，对莉莉感觉加迄个吴一嘛会使，安尼吴一老师加吴一老师真标准的加果果加。啊，马谢赛吗？对，看你哦，啊，好，莉莉伫我后边。标准了，可以。OK 啦，那变做安尼？安尼吗？不是安尼吗？等，等，我唔对啊。无啦，伊意思应该是对，就是果果伫有伊头前。对。哦，好，安尼加伊，
啊，加100分，啊，我就听有。好哦，安尼就是咱即马上完美的、上完满的即个战队吼，是吼。是吼，我甲你另外一个，是吧？我甲你另外一个。好，你甲你另外一个吼，好啊，你要玩一个无？听过过。啊，当然，啊，对，好，落一档吼，好，来，拍摄个等我一个。好，啊，草草，你要你要接住果果台语哦，吼。我会使。好哦，安尼就好啊，吼，来做完，咱准备好啊未？好啊，好，是的，船长。好，来，然后呢，即马是第六题，上尾一个。我紧张诶，来，上尾一题左右。先唱完等一下，太突然了吧？等你唱完。好来，好你唱，大家拢足紧张诶。冇。我甲你讲，迪卡，好来，这对你是一个挑战，好吧？这我们就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验收了，好吧？我们练习那么久的台语，来哦，哦，你今麦看得到我的题无哈？你看得到？我惊是我看无，因为足细了捌字诶。然后呢，无啊，你看我的迄个伫咱的 server 内底，对。我敢会当看，我应该是袂当看吧？哦，大家今嘛除了低卡以外的人爱最高品质静悄悄啊！我们现在要看，现在看得到我的题目吗？我爱看吗？还是袂看？对，你爱看啊！你是第一棒吧？对啊，你是头一个啊！对，你头一个。我看哦。对，你先看啊！对，你看，你爱看，无伊唔知你要讲啥。来，等下变好小，等你哦。等你哦，看无啊？等你哦。小弟在团合里，就细粒的，小等一个，好哦，小等一个，来，我换迄个，我先互观众看，我再互你看，好啊，小等一个哦，因为这个 OBS，好，就细粒吧，小等一个，好，来，好，来，你看，喂，对不？来，这个吗？对，会使啊。靠，高科，靠西，路是靠，你是我是咧甲你争落的，我甲你讲。等下，老师，你是免激动，我豆豆看，因为我看这真就慢呢。等下，靠西啊！等下，我现在有点，那是歌啊，歌乌安冠，冠，是唔冠啊？等下，唔冠是龙，等下更难呢，龙。这句话比迄个第二题更较简单啦。等下，哦，天哪，我真的好不会拼台语哦。是，关是路也是果，我安呢？我唔管是路，好难哦。唔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呢？青菜，对，青菜，强一个路，弄啊，强一个弄一个是，唔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的声搁较好，搁较好听啦！对，我想哭啊！全对，关掉，老师，对，100分，好凶哦！你讲叫你我背笔，你讲要背记住啊？你讲念一摆无？好，我搁念一摆哦。完整的，唔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搁较好听。
对，我够紧张诶！哦天哪，好紧张哦！来，你还闹人啊？无？好，来，你会一个是啥？我看一个，是倒一个啊？吴仪老师吼，应该是吴仪老师。吴老师。对。我刚才咱看这个题目啊，念互伊听，敢会使？会使吼。好，谢谢康熙老师，努力。但是伊袂当看题目。好，OK，来啊，吴仪老师，哇，嘿，这题吼，真小困难的，你详细听哦。好。等下哦，这题目我看好详细，等下哦。好，老师你听详细哦，来。不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讲的搁较好听啦。不管是路也是果，对，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安怎较好听？拢比你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拢比你用出来的较好听。拢比你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拢比你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对。我要记一下，好长。好，很长，超长的。我刚题目看好久。好，我记一下。好。拢比你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不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搁较好听。这个应该是用出来的，用出来，用出来搁较好听啦。哦，应该是安尼吧？好哦，拢比你用出来搁较好听。好，我老师教好你呀。可以哦，需要再重复一次吗？再讲一摆不？安尼我再重复一次。好，来。喂，嘿，换我了吗？还没。好，可以来。好 ，OK， 传落去哦，麻烦你啊。哎，对挂。很长哦，我要写小抄了。我一句一句来。不管是路也是果。不管是路，嘛是果，也是果。好，然后第二句，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对，好，第三句，还有，对，好，拢比你用出来的。用出来诶，搁较好听啦，对。不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会较好听啦。好，我再念一遍哦。好，不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的。拢比你用出来的，搁较好听啦，搁较好听啦。哎，对，好，不管是路也是果，我安尼凊彩捡一个，弄一个，拢比你用出来的个较好听啦，够较好听啦，够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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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啦，好，对，可以，好，下一个，加油。
好，我来了。好，那个来，很长哦，跟你讲一下。好，对，来，很长先一段一段来。好，不管是路也是狗，好，等哦，不管是不管是路也是狗，没有，我翻成中文，等一下啊。不管是锣是鼓，不管是锣不会打锣什么啊？锣也是狗。好，不管是锣也是狗好。嘿，我安尼凊彩强一个。我安尼凊彩欠一个好，我安尼凊彩欠一个，等一下哦，欠。我不会打的，起嘞，你都怎么打字的？我安尼凊彩欠一个好啊，结果弄一个好，弄皮哩印出来的，哈，弄一个，然后弄皮哩印出来的，嘿，然后是够卡好听啦。拢霹雳音出来，够较好听，嘿啊，够出现，够较好听。好，我想一个，拢第二句，拢霹雳，拢比你够较好听的，敢是安尼？比你够较好听。拢霹雳音出来的，够较好听啦。拢比你音出来的，够较好听的啦。嘿，对。等下前一句啊，不管是锣也是鼓，阮安尼凊彩，什么一个？凊彩什么一个？凊彩强一个哦，凊彩欠一个，欠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写那个字，但是欠，你是怎么打字的？我是打英文。对啊，凊彩欠一个，我安尼是我安尼还是阮安尼？我安尼。强一个，我安尼凊彩强，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好，然后再来是弄一个，弄一个哦，弄一个，欠一个，落一个哦，落一个是不是落一个？不知道，好，没事，落一个，欠一个，落一个，拢比你印出来的，拢比你印出来的更较好听，好，嘿，比你印出来，对，再一次哦。印出来的更加好听，不管是锣也是鼓，我安尼凊彩欠一个，弄一个，拢比你印出来的更加好听。嘿，对，更加好听啦，更加好听啦 ，OK， 啦，好，更加好听啦，好，应该，好 ，next， 好，这。有一寡长，淡薄仔长。好，一寡长。好，不管是锣也是鼓，不管是锣，不是锣，锣鼓拍锣拍鼓，迄个锣也是鼓啊。不管是锣也是鼓，不管是锣也是鼓。我安尼凊彩强一个，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可能是强一个，弄一个。哦，强一个。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弄一个。弄一个。好，拢比因拢比你印出来的更较好听啦。拢比你印出来更较好听啦。拢比你印出来更好，应该是比你印出来，你创迄个声嘛。不管是锣也是鼓，我安尼凊彩强一个，弄一个，拢比你印出来更较好听啦。哦，好，我知影，我是不管是锣啊是鼓，拢比我印出来较好听。你不可以搞我给你很长，你为什么都要说短？没有啊，不是，你不管是锣啊是鼓，哦，我安尼轻恰强一个，对不对？哦，有这句。再强一个，对，轻再强一个。我这个轻一个强一个，拢比你印出来更较好听啊！对。好，你讲一摆，你讲一摆。为什么对我的对话无自信吗？自信，你都吃掉，一句啊，吃掉。好，我讲一个，不管是锣还是鼓，我安尼凊彩强一个碰一个，我比你印出来更好听啊！
哦，差不多，弄一个，强一个，弄一个，好，会使。强一个，弄一个，好，我知影。你真搞。好。来吧。什么意思？来，我准备好啊！好，我即届咧一定会全对。好，不管是驢啊是狗，我安尼凊彩强一个通一个，拢比你赢出来搁较好听啦。拢比你赢出来，嘿，赢出来。等下哦，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啥物过一摆？我安尼凊彩空一个抢一个，我拢比你赢出来搁较好听啦。我安尼凊彩空一个抢一个，拢比你啥物赢出来？赢出来较好听。搁较好听，搁因出来搁较好听，搁较好听。嘿，好，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安尼凊彩空一个抢一个，拢比你因出来搁较好听。无毋对。因出来是啥物？你讲是唱出来啊？唱出来，就唱歌迄种，唱出来，吟出来就是讲。我要吟一个诗，迄种感觉吗？吟一个诗出来，好，吟出来，搁较好听。好，我是上后一个哦。无对，你是上尾一个，大家在开麦歌啊！你即摆在发现哦。上尾一个。就是安尼听，差不多是80%，拢80%。对啊，80%。赢出来是啥物？用出来，应该是用出来。啊，等来呀，回来了吗？用出来有啥？是，等来。来，用出来就弄出来的，用出来。来，变成怎么样了？我可以听看看吗？被形象力快赢出来了。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安尼凊彩空一个抢一个，拢比你赢出来，搁较好听。我靠，有点完整哎，我是不是？好，看你哦，蘑菇每次声音都不一样。对你哦，头壳不一样，是不是？那个天空空间，对，是有淡薄无共款啊。来，头家牛的正是玲，来，你安怎讲？我不管是驢啊是狗，我安尼凊彩空一个抢一个，拢比你赢出来更加好听啦。完整的啊，其实蛮完整的其实除了周星驰每次都讲的不一样，其实很接近了。对，来，草你安怎讲？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安尼凊彩轻一个，弄一个，拢比你赢出来搁较好，搁较好听啦。那是弄一个，不是弄一个，强子哦。冇轻一个，强一个，弄一个。越来越多种了，酷哦！来，哥你安怎讲？老师，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安尼凊彩抢一个，弄一个，拢比你赢出来的，搁较好听啦。其实哥哥蛮标准的，很标准，很标准，很厉害，真的，有个人就标准对。所以哦，伟老师你教就好嘿，无啦，是你弹了好啦。哎呦，慢的啦，好姊妹啊，因为我感觉这题其实拢差不多啊，因为大家拢讲就好来，你们先给自己拍手说，我觉得你们其实这题都讲得很好对。我搁讲一摆好啊，不管是驢也是狗，我安尼凊彩抢一个，弄一个，拢比你应出来声搁较好听啦。
啊，你们猜得出来吗？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你先讲。嘿，我是发现，我听的时阵是听到的，我写的时阵嘛是写到的，但是我看我家己写的物件，我看无，人家唔对，你是写回啦？我想要听一个音一个，我袂记我写啥，但是我听的时阵是有听到。哦，有听到，然后，呵，其实这一句话，组员们，你们觉得呢？翻成国语大家 OK 吗？需不需要再翻一下？请翻。应该是有了解。好，我还是翻一下好了。不管是锣还是鼓，我这样随便就是锵一下，孔锵的锵没错，锵一下。或者是应该撞一下吧，拢记得。我这样现在锵一下，敲一下，敲一下，撞一下，撞一下，也比你这个印出来，我等下跟大家讨论一下，也比你涌出来。我觉得是涌现的涌出来的声音，应该不是印为的印应该是回答出来的话，都比你随便回答出来的话还好听哦。可以印出来，印出印节音啊哈，是印出来。呵，那这样子融会贯通之后，大家你感觉刚是你也平的讲的话。听起来感觉是呢，应该是吗？应该爱是啊吧？应该是吗？一头都要广告一个呀。嘿，下好离手哦。好大的哦，组员们，你们觉得嘞？好紧张哦，够紧张。但西哥说不是的话，我相信你。我唔知啦，我唔知，凊彩有诶。哪呢？投票吧，好啊，投票会使啊。来，我刚刚是的人，我记得来。00，你感觉讲是？我感觉是好，00一票，刷到来草。我嘛感觉是，你嘛感觉是吼，刷到来头家牛啊！第三若是大家拢感觉是，第三感觉是就变投啊，因为就是我唔知呢，我两尊公这听起来真歹呢，就歹诶，歹真正是就歹诶，伊有遮尔歹，伊真正嘛是就歹，有人是嘛是讲话嘛歹安尼，公歹安尼，好，安尼我嘛投票犀利杨平哦，来哦，就是李杨平。有这刚刚是资深粉丝就介意的一个吵架的阶段，就是有一个小护士，伊要甲小护士迄个就是刚刚是冤家啊，上尾一句是小护士甲大家讲来人甲这个公车边洗澡安尼，对，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洗澡，进来甲这台。进来甲这台公车洗澡啊！这就是一个少迄个经典的迄个冤家画面。好，上尾就是李阳平有出来啊！忠诚真正是李阳平啊！对，今日其实团购就好的呢，好大家一个捧场。对，我嘛有插一条呢，因为最后头家娘咧讲的时阵，我想讲，哎呦。没并过去呢，没团个并过去，没有翻车，好厉害哦！我们要找到那个最佳的那个队伍，传话的队伍。是啦，是啊，是。有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今天迄个别迪卡嘛有炸奖品给大家。对，太奖品爱给大家。对，咱今仔日真正是就感谢咱的来宾的，今仔日有2个奖品想要送给咱的来宾来。对，来，我们来整合一下吼，来算一个今仔日上高，我看一个哦，应该是，咱应该先爱互甲大家小解有2个奖，但是2个奖分别是啥物物件？好，这个奖吼，真正是咱韩吉老师做甲真正是就好算的。韩吉老师来介绍一个无？有没有？头一个是奖中有2张，一张是个。盖高 carry 奖 carry 奖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中间会传歪嘛，不管是带歪的或是带正的，我们都可以说是 carry。好，我们等一下大家要选出一个共主，就是选出一个你刚刚上 carry 的人，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上高传声的，就是最佳传声机，好不好？就是你刚刚讲一团的意思完全都是同款的。
想要大家刚刚一定就是要给他通过安尼啊，得到这两个奖的人会使摕到咱今年的，不是今年，应该是这个月迄个奖品。对，这个月好像是迪卡的换装贴纸。嘿，拍摄有淡薄诶，安尼甲恁大家安尼做，还是安尼定位吼，拍摄。没啦，就告诉你是换装贴纸，没错，对，是文化部甲迄个迪卡准备的。所以待会在颁奖的时阵，我会把它亮出来，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月的这类 label 这个部分啊，6月份的礼物会把它亮出来。对，哦，好难选哦，好卷嘞，盖高 carry 就没关系，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人提议，然后还有大家就是觉得他很棒的话，我们就颁给他。好哦，对，头一个我是有零算呐，韩吉老师你有哪想？我今仔日就是来做趴台，所以讲你有零算你会使讲啊。对，其实是安尼啦，我感觉我规个组员拢足够诶吼，其实是真正全部拢想要颁奖啊，毋过只有一个 carry 奖的话。如果真的只有一个的话，真的是很难选，因为我觉得全部我的组员都好优秀。对，啊，不过呢，我是感觉，咱今仔日头家牛真正有够厉害的。哦，头家牛就 carry。哦，白有诶。无啦，我真正有迄惊到，但是你是安怎会当老有音的台词啊，甲你那边的台词你分会出来呢？真正就厉害的呢。什么去死啦！迄我就介意，我之前有听过迄合集大家分享。你就是老有音的，我的作业 BGM。真搞诶！我刚好笑。系啊，所以我感觉今仔日这个 carry 奖一定爱我这个头家牛来，讲好唔好啊？不要这样呀！多谢大家，谢谢。我帮大家那个办破照哈，得，来颁奖哦，得，等下我吹一咯，得。吹小鼓啊！等下哦，我看一个啊，有啊，我想讲好，原来有一个好，安尼我知啊，应该是我猜到啊。有咧，来，咱来颁奖咯。对，做大奖诶。头拄仔迄个奖状，奖状吹较久，歹势啦，对很多东西。迄个资料收过济啊，来，咱恭喜咱的四个档诶，吼，咱介高 carry 奖，会当摕来咱株式会上50%的股份咯，拍下水来。我有你公司50%的股份。对啦，来，头家牛手下留情，因为他已经玩下，因为他尽管下，市场价值00000台票 ，zero， 对，台票是 zero。哎呀，来四哥来讲一个你的感言好不好？我要感谢我的爸母，伊伫我细汉的时阵，唔对，我要感谢我的阿妈，伊伫我细汉的时阵。食了暗顿了，拢咧看台湾霹雳火甲台湾土内土，甲互我用戏歌有即个机会，为细汉的时阵就耳濡目染，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安尼，多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最感动的那就是。说明作者怀才不遇，不是怀才不遇，就是被贬他乡的抑郁心情。我歹势，我只要笑到只要被并过去啊！我歹势，我真正袂顶袂当啊！我来看第二张咱的最佳传声机，讲有一个吼，大家都有机会，对，拢做够诶，安尼要哪算啊？我感觉大家都。不如互西瓜，互迄个咱的西瓜算啊，就是西瓜。来，头家牛，真正是嘛足够诶，唔通哦，冇，迄果果嘛上高啊。我是感觉果果已经顺诶，因为果果真正就厉害啊！听无，但是伊就是模仿，我拢听无呢。其实我唔知啊，我伫咧讲啥物。要紧，啊，毋过你得奖啊呢，你特别得奖啊呢，果果。所以大家拢感觉是果果吗？
上后段话，因为后摆有别个迄个台语的活动，都会甲伊请。啊，一定爱请。有一个证明，对无？有一个奖，有一个证明。有哦，好哦，诸事会顺的诸事应，好哦，安尼甲伊判照好，安尼就决定好啊！对，所以啦，哥哥，哎，哥哥，感谢你的参加吼，嘛恭喜你，这个奖吼是会上产，是啥会传声机，是啥会传，是安尼讲吗？上产传声机，无毋对，嘿，哎，你当摕我公司的啥子？对象，王子贵，对象。在哪里那头乌？我操！你为什么要直敌？这是我请的乐队。你怎么？请我对啦，那对上头的空气。啊，歹势，你摕50%的股份去请迄个乐队。对啦，哦，很厉害诶！哇，其实大家拢就搞的啦。其实吼，今仔日这个奖我真正是大家拢想要搬，啊，不过真正无法度爱算出来，有无？而且咱真正要感谢文化部爸爸赞助这个节目以外。今天是由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节目，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恭喜哥还有我们的果果都可以获得文化部爸爸所赞助的这个算是猪的周边，所以不好意思，就是台语的周边，对，拍谁就定位耶，就很占空间，你们还是要拿一下哈，不好意思。大概是这样。果果，你有没有什么得奖感言想要讲一下？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拢知影啦，哈哈。你的台语其实听有，好不好？哥哥，有啦，啊，你有想过今仔日得这个奖无？无，真正无。想都无想过，啊！毋过你团的就好诶，好无？大家拢团啊就好，大家就就好诶，真的很谢谢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猪猪玩得好开心哦，很感谢大家，而且真的节目到了尾声，我还是要一一的跟各位来宾说声感谢，因为猪猪真的。就很惊的这个时间看到大家，就是我其实在晚上配信的时间是真的是很稀有珍贵。那我很开心这次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 V 鹏鹏一起说台语。刚下里，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你们态度说的好棒，谢谢。感谢大家。对，啊最后今日嘛是到尾声。对，啊最后我想讲，互大家宣传一个家己的频道，还是家己最近的这个活动吼，来李玲，你有没有最近有什么活动想要宣传，或者是今天的心得呢？我感觉真赞。我想宣传，对，你们讲若是有人要宣传，会使趁这个时间。对，嘛是会使吼。啊，感谢玲玲啊，今仔日讲台语敢有压力足大诶。差不多安尼啦。嘿，差不多安尼。我感觉做好啊。安尼吼，嘿啊，希望后摆有这个机会到顶佚佗好无？好啊。哦，谢谢。当然。是啦，谢谢丽丽。好，刷得来，曹今仔日好耍无？好耍 ，super 好耍，感谢大家。曹，我刚刚你台语嘛讲啊，足认真的咧，你真正无啦，都是假讲尔啦。无，你毋捌假讲，你是有认真哦。愈讲愈顺啊。对，有顺哦。愈讲愈顺，对，入去迄个状况就较顺。嘿，今仔日的节目若是结束，你转播袂记得。结束我就无去啊，无去啊。好啦，我想感谢啦，今仔日足好耍的啊，足好耍。好啦，谢谢，是你无去向啊。有啥物要宣传的无？我最近在休困，但是就感谢大家，互我一个机会啊来佚佗来耍。无，曹，你今仔日会来，我真正就感谢，就感恩的是，我要安尼，像你讲才对啦，谢谢你，曹。感谢大家客瑞哈，感谢恁的西瓜客瑞。好啦，你嘛客瑞啦，吼，咱谢谢曹，来，今仔日得奖的，咱来当属长，来头家牛西哥来，你今仔日耍甲有欢喜无？我有欢喜啊，毋过我要甲咱的文化部爸爸会是咧，我拄则无细意讲脏话，是咧，歹势讲甲不，对不起，不，因为要一种代志。我知影
是倒一个时阵？倒一个时阵有啦，《讲过？劝世三姐妹》的那个舞台剧也是有脏话啦，边欢乐啦。迄不要紧啦，无你看迄文化部的爸爸看个就欢喜。对，哎呀，啊，咱哥刚有啥要宣传呢？我明仔载开始要去嘿，食片哦，度假。要去日本啊！所以我要休困啊，大家再见。对啦，演唱会真的辛苦啊！对，哦，之前演唱会真的就赞嘞，你嘛辛苦啊，好好休困吼，哥多谢你，谢谢。好，沙倒来，咱真正想袂到诶，领奖诶，即个哥哥讲真正恭喜！哎，哥哥，到今嘛，你有差不多小看听有台语啊袂？我一般吧。哦，一半，嘿，其实我感觉你是听有诶哦。系啊，一半，好，没关系。嘿，哥哥，就是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也是可以说国语哦，但是你好棒哦，真的吗？啊，我下礼拜会开台语歌会哦。要听，好啦 OK， 好，谢谢果果。OK， 然后最后咱的武艺老师来，有啥要宣传还是我们今天玩的开心吗？哦，小好胜，有较管，会来较管呐，嘿啦，毋过嘿，你可以就是叫那个血压药厂商，好不好？看到你是，厂商我那是讲趣味啦，我感觉。安尼吼，好啦，啊，若是个后摆过来斗阵佚佗好无？哎好，过来做咱雕咖。对，好无？好麻烦你啊，好啊，最后有啥物要宣传的无？应该是无啥物要宣传的，我平常时啊拢伫 Twitch 开台啦，嘿，无伫 YouTube。哦，但是要找我伫 Twitch。啊，欢迎大家吼，这个就厉害，这个武艺老师追踪起来，或者是订阅都可以哦。最后再谢谢我们最专业的武艺老师，谢谢你，感谢。好哦，咱若是要宣传呢，我刚会当家己嘛宣传一个我的物件。谢谢。3分钟。想要3分钟，歹势我5分钟就好啊。来，话若是讲透天吧，使得背你，我就要宣传这个物件咧，就是后要做生意啊啦。猪猪生日季的这个商品，欢迎大家会当买起来，是因为这个预购的时间呢，直到明天哦，吼，明仔载是最后会当买的这个时间吼。今年咧做生意吼，因为真正是足爱台湾的啦吼，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公庙的这个百姓有无？佮有无啊？佮有鸡啊有无？还有我上爱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刀啊吼，全部拢是足台湾味的物件哦。啊，全部都入面吼，真正无你家己5、4、3啦，3、4、5就好啦，安尼好无？吼，真正有俗吼，真正有啊俗，有啊俗，好，遮尔俗，好，谢谢大家。好了，谢谢大家，这就是猪猪就是精湛，对，精湛蛮好，因为有点 delay 到时间，所以我就算宣传的就是比较紧急。对，阿姆哥就是最后就是27号就是明天啦，我们把握最后预购的时间。哦，还有最后就是咧，咱的专辑，我们专辑的部分呢，delay。古年也很谢谢咱的文化部爸爸的赞助，所以我们今年好不容易把我们的个精装版的实体专辑，还有瓶装版的实体专辑全部都把它挤出来了哈。大概今晚有看到来专辑瓶装版、精装版，其实现在都已经也开放预购了，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猪猪频道的第一张首张台语专辑，好不好？好，这个感谢多大感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嘛就感谢大家，若是讲有介意相关的计划，会使伫下骹留话，啊，佮有咱注文，我们订阅迪卡存储机。谢谢。就是安尼，啊，佮有啥物感想嘛，是会使伫下骹留互阮，啊，也是可以跟我们讲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就今日嘛，感谢大家，若是感谢。来阮家参加的来宾，嘛感谢所有来甲阮看的观众，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李超，你们不要走，不要离开，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片尾，超级魔幻，不要走。但是我们真的也是片尾要跟大家说拜拜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下次见，拜拜。
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台魂。抬头看起这世界。